过年过节，真侪人拢会点灯祈求平安。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就推出替宠物点心灯的活动，会使保庇咱宝贝的亲人。另外，园区阁有一个顶头的展览，互民众会当了解台湾的顶头文化。 几六只扮做白灵丝的演员伫街仔路表演，在生爷嘛出来发糖啊，互大人囡仔。初七的宜兰传统艺术中心介绍节，嘛有人来园区内底文昌庙点心灯祈福。保平安的对象真特别，是因兜古水的狗仔。我们是从新店来，就是毕业那天养到狗狗，然后就希望它跟我们一样都平安长大。对。 团结中心的文昌庙是济工艺大师同齐起来的。除了传承建筑手艺，嘛甲台湾传统的宗教活动传落去。点心灯就是其中之一。即阵阁配合现代社会，真侪人拢有饲宠物，嘛替宠物点心灯。专门针对咱的头生啊，就是咱即马讲的宠物专用的书文所以爱先写。伊即张呢爱编过互神看的。阮点灯呢。 回归到上传统的，就是灯，就是要有温度，所以阮是用传统的蜡烛来作为这个灯的火。即阵团结中心嘛有一个顶头展览，甲全国各地出名的顶头文物借来摆，佮翕一支影片，展现疫情期间顶头为众生消灾定衰的故事。就是由台湾的5种施政，然后配合天神镇煞除灾的一个故事内容，希望就是借用整个影片内容，将这些不好的一些瘟疫呀、灾害呀，就是让他们就是退出我们的一个环境。 过年了后，顶头展览会阁继续展，民众通来遮了解台湾的顶头文化。记者林书长有随宜兰报道。